另外一站，占人国座的争议是继续在关。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和前海军顾问过诉指控涉密，呛讲要当面对质。国务部长邱国正是表示，一切要交予司法来判定。今仔国民党议员徐卡心是开记者会，公布国民党其中过诉威胁韩国顾问的对过，要过诉出来面对。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去向指控涉及占南国座的涉密案。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无必要讲是倒一个人涉密，一切交予司法。马委员他也是很认真，好吧？我倒并没有揣测哪一个人好像泄了密，或哪个人冤枉啊怎么样，就一切法来做界定，大家比较公允。针对马文君向这支继续签保密协议，邱国正表示，机密资料放伫遐，立委若有看一定要签名，签名意思是通知。不过立法院无像国防部。 并无一张纸是所谓的保密协定。因那国民党议员徐卡心早起公布录音档，公开将海军顾问过诉威胁韩国顾问。自己开公司，你为什么不早讲呢？为什么我还要搞了这么久，弄了这么大一圈，然后你说你要自己开公司，什么意思？我就跟你讲，小强，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，我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。录音档内底有一个查甫人，伊讲伊是过诉。 不瞒对方开公司，伊无风算在内，语气是真激动，直直骂，直直咧。讲话内容，佮讲到结束契约，还佮有另外找别个钱，等等真敏感的话。徐卡心强调讲，录音档送第三方检验，并无经过变造，叫过诉都要出来面对。 我送第三方的公证检验，告诉我的是这个录音档没有经过剪接变造。这6个月前文字稿都出来了，有什么好公布的？我每天被他们插一刀插一刀，其实怎么样呢？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关系？过诉搁一届甲马文君碰，讲愿意当面对质，嘛讲江南国造小组调集人黄曙光，透过伊做军人的朋友甲讲，敢会当到这动点，因为这个举动恐惊会影响规个案件。 毕竟，还阁有后续存在的代志要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